當我喺服侍嘅當中去得多安息禮拜，自然咧我會去諗，當呢個嘅死者嘅靈柩被送入去呢個火化爐嘅時候，就會一切都塵歸塵，土歸土。人離開世界嘅時候，咩都唔能夠帶走，好似約伯記1章21節嗰度講：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必赤身歸回。所以我哋就要思想，人離開啦，其實可以留低啲乜嘢嘢呢？華人社會好重視我哋能夠光宗耀祖、高中狀元、出人頭地、大富大貴，佢就以為咧呢啲東西咧係可以咧嚟到咧去留低，以為可以流芳百世，但係其實呢啲都係虛幻嘅，呢啲東西根本唔能夠可以帶到去永恆。聖經提醒我哋最重要嘅，我哋應該要有好美好嘅屬靈生命方面嘅傳承。喺詩篇128篇嗰度講，佢話凡敬畏耶和華、遵行佢道嘅人有福啦。跟住咧，佢話你嘅妻子喺你嘅內室就好像多結果子嘅葡萄樹，你嘅兒女圍繞着你嘅桌子，好似橄欖嘅樹苗。看啊，敬畏耶和華嘅人必要這樣蒙福。然後繼續喺第6節嗰度講，願你看見你嘅子子孫孫，願平安歸於以色列。敬畏耶和華嘅人呢，係能夠用一個屬靈嘅眼光，係可以咧嚟到去睇見佢嘅屬靈嘅傳承，可以達到佢嘅子子孫孫。當我哋喺呢個家裏邊能夠將呢啲美好嘅傳承達到我哋嘅子子孫孫，其實你可以想像整個民族都係蒙福嘅，整個城市、整個國家都係蒙福嘅。呢度神話願平安歸於佢嘅選民以色列。聖經教導我哋要敬畏神，並且喺在世嘅時候享受生命，然後當我哋離開嘅時候，能夠將屬靈嘅產業傳俾後代。因此我哋喺在世生活嘅時候，我哋就要以身作則，教導我哋嘅子孫行喺合神心意嘅路上邊。詩篇78篇第4節，我們不要向子孫隱瞞這些事，乃係要將耶和華嘅美德同埋佢嘅能力，並他所行的奇事述說給後代聽。箴言嘅27章11節，我兒啊，你要做智慧人。24節，因為財富不能永留，冠冕豈能傳到萬代呢？言下之意，屬天嘅智慧就可以一直嘅傳流落去啦。箴言14章26節，敬畏耶和華嘅咧，佢係大有依靠嘅，即係呢啲人，而且佢嘅兒女都有避難所。你能夠做一個敬畏神嘅人，你嘅兒女就會蒙福，亦都將呢啲屬天嘅財富傳流俾佢，佢亦都傳流俾佢嘅後代。所以有一日，當你要離開呢個世界見天父嘅時候，你可唔可以好平安咁樣去回答自己一個問題：我係咪當跑嘅路已經跑盡，美好嘅仗我亦都打過呢？係咪有公義嘅冠冕為我存留呢？我究竟有冇枉過我嘅人生，定係我可以無悔今生呢？我有留低啲乜嘢俾我嘅子孫同埋我嘅屬靈兒女呢？讓我哋仍然有健壯生命嘅時候，就開始去思考呢啲嘅課題。